約書亞記第8章。耶和華對約書亞說：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。你起來率領一切兵丁上艾城去。我已經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裏。你怎樣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當照樣待艾城和艾城的王。只是城內所奪的財物和牲畜，你們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後設下伏兵。於是約書亞和一切兵丁都起來，要上艾城去。約書亞選了3萬大能的勇士，夜間打發他們前往，吩咐他們說：你們要在城後埋伏，不可離城太遠，都要各自準備。我與我所帶領的眾民要向城前往。城裏的人像初次出來攻擊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就在他們面前逃跑。他們必出來追趕我們，直到我們引誘他們離開城，因為他們必說：這些人像初次在我們面前逃跑，所以我們要在他們面前逃跑。你們就從埋伏的地方起來，奪取那城，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必把城交在你們手裏。你們奪了城以後，就放火燒城，要照耶和華的話行。這是我吩咐你們的。約書亞打發他們前往，他們就上埋伏的地方去，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間，就是在艾城的西邊。這夜約書亞卻在民中住宿。約書亞清早起來，點齊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長老在百姓前面上艾城去。眾民，就是他所帶領的兵丁，都上去向前直往。來到城前，在艾城北邊安營。在約書亞和艾城中間有一山谷，他挑了約有5000人，使他們埋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間，就是在艾城的西邊。於是安置了百姓，就是城北的全軍和城西的伏兵。這夜約書亞進入山谷之中，艾城的王看見這景況，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來，按所定的時候出到亞拉巴前，要與以色列人交戰。王卻不知道在城後有伏兵。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在他們面前裝敗，往那通曠野的路逃跑。城內的眾民都被招聚，追趕他們。艾城人追趕的時候，就被引誘離開城。艾城和伯特利城沒有一人不出來追趕以色列人的，撇了敞開的城門去追趕以色列人。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：你向艾城伸出手裏的短槍，因為我要將城交在你手裏。約書亞就向城伸出手裏的短槍，他一伸手，伏兵就從埋伏的地方急忙起來，奪了城，跑進城去，放火焚燒。艾城的人回頭一看，不料城中煙氣沖天，他們就無力向左向右逃跑。那往曠野逃跑的百姓便轉身攻擊追趕他們的人。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見伏兵已經奪了城，城中煙氣飛騰，就轉身回去擊殺艾城的人。伏兵也出城迎擊艾城人，艾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間，前後都是以色列人。於是以色列人擊殺他們，沒有留下一個，也沒有一個逃脫的。生擒了艾城的王，將他介到約書亞那裏。以色列人在田間和曠野殺盡所追趕一切艾城的居民，艾城人倒在刀下，直到滅盡。以色列眾人就回到艾城，用刀殺了城中的人。當日殺斃的人，連男帶女共有12000，就是艾城所有的人。約書亞沒有收回手裏所伸出來的短槍，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進行殺滅，唯獨城中的牲畜和財物，以色列人都取為自己的掠物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的話。約書亞將艾城焚燒，使城永為高堆荒場，直到今日。
又將艾城王掛在樹上，直到晚上。日落的時候，約書亞吩咐人把屍首從樹上取下來，丟在城門口，在屍首上堆成一大堆石頭，直傳到今日。那時，約書亞在以巴路山上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築一座壇，是用沒有動過鐵器的整石頭築的，照着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，正如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。眾人在這壇上給耶和華奉獻燔祭和平安祭。約書亞在那裏，當着以色列人面前，將摩西所寫的律法抄寫在石頭上。以色列眾人，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和長老、官長並審判官，都站在約櫃兩旁，在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對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對着以巴路山，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華僕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隨後約書亞將律法上祝福咒詛的話，照着律法書上一切所寫的，都宣讀了一遍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話，約書亞在以色列全會眾和婦女、孩子並他們中間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沒有一句不宣讀的。